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夠鐘聽書頻道。一開始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：由細到大，我哋學數學啦、英文、電腦等等，學煮飯、學揸車，但係有冇人真正教過我哋點樣去愛？我哋睇戲、聽歌，以為愛係一種命中注定、電光火石嘅感覺，感覺嚟到就係愛，感覺消失，愛就完啦。結果我哋喺情路上跌跌撞撞，搞到焦頭爛額，心諗點解愛會咁難嘅呢？問題可能就出於我哋一直將愛當成一種感覺去尋找，而唔係當成一種技能去學習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本書，就係要徹底顛覆呢個諗法。佢係憎人心態作者 Jay Shetty 嘅最新力作《愛嘅8個法則》。呢本書嘅核心就係要話俾我哋聽一個驚人嘅秘密：愛唔係與生俱來嘅天賦，而係一門可以透過練習而精通嘅手藝。大家聽到愛的8個法則，可能會覺得係咪有8條好死板嘅規矩？其實唔係㗎。作者 Jay Shetty 曾經係一位僧人，佢從僧侶嘅修行智慧中發現，法則或者 rules 其實更加似係修行嗰陣嘅守則同埋練習指南。佢哋唔係用嚟限制你，而係引導你。呢本書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要我哋將愛由一個等運到嘅名詞 love 變成一個我哋每日可以實踐嘅動詞 to love。 愛唔係你擁有嘅嘢，而係你去做嘅嘢。愛唔係一個終點，而係一場持續嘅修行。呢本書就係教我哋點樣去做，點樣去修煉。Jay Shetty 將古老嘅吠陀智慧同現代嘅心理學結合，將愛分成4個好似修行一樣循序漸進嘅階段。第一階段，學習獨處 Preparing for Love。 我哋總以為愛係關於2個人，但係 Jay Shetty 話，愛嘅第一步係學識同自己拍拖。你必須要先學識一個人自得其樂，了解自己，醫好自己嘅傷口。你唔可以期待另一個人嚟填補你內心嘅空虛，因為咁樣唔係愛，係索取。只有當你一個人都可以好完整、好開心嘅時候，你先有能力去給予一份健康嘅愛。第二階段，學習共處 Practicing Love。 當你準備好開始一段關係，呢個就係練習嘅開始。書入面有好多實用嘅法則，例如其中一條叫做你嘅伴侶係你嘅上司 Guru。 上司係咩意思呢？即係類似老師咁樣，即係話其實你嘅伴侶係你人生最好嘅老師，佢嘅存在就好似一面鏡子，反映出你最好同埋最差嘅一面，迫使你去面對自己嘅課題，從而成長。當你哋有衝突，你唔係要諗點樣拗贏佢，而係要諗點樣贏返呢段關係。第三階段，學習療癒 Protecting Love。 冇一段關係係冇裂痕嘅，呢個階段就係要教我哋點樣去處理衝突、失望同埋傷害。Jay Shetty 提供咗好多具體嘅溝通技巧，例如點樣由你點解成日都係咁㗎嘅指責，變成當你咁做嘅時候，我會感覺到嘅呢種表達。呢啲唔係咩愛情魔法，而係實實在在需要練習嘅溝通技能。第四階段，學習圓滿 Perfecting Love。 當你掌握咗愛自己同埋愛伴侶之後，最終極嘅愛就係將呢份愛伸延出去，去愛你嘅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成個世界。呢個境界好有憎人嘅慈悲心。佢話俾我哋聽，真正嘅愛會令你個心越嚟越廣闊，而唔係越嚟越狹窄，淨係困住喺2個人嘅世界入面。咁呢本書適合咩人睇呢？我會話其實所有人都適合㗎。如果你係單身，覺得自己係戀愛絕緣體，呢本書會教你點樣由愛自己開始，做好迎接愛嘅準備。如果你而家拍緊拖，但係覺得關係停滯不前，成日都為小事嘈交，呢本書會俾好多實用嘅工具去改善同升級你哋嘅關係。如果你啱啱失戀，心碎緊，呢本書就好似一位溫柔嘅智者，引導你點樣療傷，並從傷痛中學習，成為一個更加好嘅自己。就算你覺得自己愛情好美滿，呢本書都可以幫你將愛提升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。總括嚟講，《愛的8個法則》呢本書係一本有系統、有方法、有練習嘅愛情健身指南。就好似我哋想身體健康，就會去做 gym， 你唔係齋坐喺度，而係要跟住教練嘅指示，一步步去舉鐵、
跑步，你嘅肌肉先會變得強壯。同樣地，我哋嘅愛情嘅能力都係需要鍛煉㗎。呢本書嘅8大法則就係你嘅愛情 workout plan，佢提供咗具體嘅動作同埋練習，等你一步步咁去建立更加強大、更加健康嘅愛嘅能力。所以如果你想擁有一段更加深刻、更加有意義嘅關係，我真心推薦你睇呢本書啊！佢會改變你對愛嘅睇法，俾你一套實用嘅工具，邀請你將愛由一種捉摸不定嘅感覺，變成一種你可以每日練習、每日進步嘅技能。唔好再坐喺度等愛發生啦，而係開始要去練習愛。我哋下次見。